佢而家搞到我咧，連長者優惠都冇埋。係咯。佢咩個2蚊優惠啊？佢又話要轉咩？又轉咩？佢喺度猛咁轉，喺度搬龍門啊！我用開嗰個政府俾嗰個黃色卡又唔得，又唔得喎黃色卡。我用開個黃色卡，你要我搬龍門啊？轉綠色。係咯。你違反。你黃色係長者，係繼續講，你繼續講。你違反咗違反咗一個普通法咯，咪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8條普通法予以保留留啦 common law shall be maintained咯。啱啦，你知唔知？你又1000億呢個財赤喎，又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7條，第7條啊，量入為出嘅規定喎。係啦，咁啊，違反晒第7條、第8條喎。咁啊，波波係咪要炒魷魚咧？應該問責制。全班人啊！你又係問責制？違反咗基本法第7條、第8條，又違反晒法律程序。你又話咩驗槍強制驗槍，又驗乜？你真係要將嗰啲好嘅樓變做危樓，變做危樓啊！即係你等於你話嗰個人打人，佢作個狀係要打人，你會唔會拉佢坐監咧？你要佢真係打咗人，有咁嘅企圖，同埋佢真係出咗手打咗人，傷咗人身體先有得坐監啦。作個狀都未有一個大個距離，你又拉人坐監。你而家話強制驗槍驗樓，你話驚人啲嘢跌落嚟喎，啲人。